圣严法师，传说中的在家居士学佛禁忌很多都是错的。净律学院在家的女信徒在生理期间不敢进入寺院礼拜，甚至不敢到佛前上香、诵经、打坐、念佛。其实这是低级鬼神的禁忌，因为鬼神怕见血污，所以容易见血发震。鬼神是血时，见血起贪，可是生理的精血不是鲜血，因此而有被侮辱和作弄的反应。所以生理期的女性进入神鬼的宗祠、庙宇、殿堂，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。至于佛教的沙弥尼、比丘尼以及净住优婆夷，都是生活于寺院，每天与经像、法务为伴的女性修行人，从未由于生理期间发生所谓冲克的问题而带来灾难的。在家供佛、设立佛坛，通常都先请人为佛菩萨圣像开光，同时要选择日期、勘定方位，这也是属于民间信仰或民间风俗的一种。以入乡随俗的观点而言，这无可厚非。开光表示慎重，则定日期和方位表示祈求吉祥。但是从佛教的观点而言，诸佛菩萨无处不在，无处不因，一切方位有十方诸佛、十方三宝、护法龙天，当然没有民间信仰中所想象的那些问题。只要自己认为是最尊贵的位子，以最前进的心情和最适当的时间来为佛像安慰就好。有人认为某些经咒在家人不可念，或者某一时辰不可以念某些经咒。其实凡是经咒都要以恭敬心于清净处来持诵，最好先洗手漱口，并在佛前焚香礼拜。没有一定说在家人不可以念什么经或持什么咒，除了密宗的特定法门之外。家里有人信佛，但也有人信神，是否可将不同的神佛在同案供奉？这应该没有问题。佛在中间，菩萨宫在两边，诸神宫于菩萨的外侧，作为三宝的外护，也让诸神亲近三宝，修学佛法，种成佛因。如果取得家人的同意，在改信佛教之后，可对原有的神像焚香、供养、祷告，然后收藏起来，以免供的偶像太多，形成杂乱。香灰及损坏的经像、法物，有许多人不知道如何处理，甚至于送到寺院。其实只要选择清净的空地和焚化的容器，用火焚化之后埋入地下即可。若是金属制品，则收藏起来，过了若干时日，就可作为古董或破旧物处理。佛前鲜花、水果、食物、茶水等贡品属于消耗品，必须每日更换。如果尚是可用可食，应该宜作他用，或是家人食用，不得抛弃。如果腐烂败坏，则做垃圾处理。至于贡品的单数或双数，没有限制，以对称的美观而言是双数。如限于物力、财力、位置及场地的关系，单数也没什么不可。至于品类、质料，是以个人的财力可能负担的范围为原则，不敷衍也不铺张。在家修行的时间，以早上、晚上为宜，身心清静轻松，才能专注虔诚。如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，当然也可以选定不同的时间。最好卧室不设佛像，床上不要打坐、拜佛、诵经。如果只有一间房子，最好平常将佛像用布遮盖，礼拜之时要把床铺整理整齐、清洁，再揭开佛像。如果除了床铺没有任何位置，坐在床上也可以作为修行场所。总之，是以恭敬、清净心来做到肃穆、庄严的程度为原则。皈依三宝之后，对于其他宗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寺庙、道场，不得再受皈依，但仍予以尊敬。若进入教堂、寺庙、神坛，当以鞠躬合掌问讯为礼，不得作为信仰的对象，但还是可以作为友谊的联系。在对于佛法未有确实的認識之前，不可以閱讀外道的書刊，否則會造成方向的誤導。修學佛法須注意的規則，不必過分拘泥形式，但最好以至誠恭敬之心持守禮儀。民間關於在家學佛的禁忌，多數是錯誤的觀念。關於女性月經期間，許多在家女居士在生理期間不敢進入寺院禮佛、上香、誦經、打坐、念佛。其實這些禁忌來自於低階鬼神的說法，並非佛教的規範。
鬼神畏懼血位，容易因見血而驚擾。然而月經的經血並非因殺生而出的鮮血，因此會有不同的反應。因此，女性在月經期間不宜進入供奉鬼神的廟宇，但進入佛寺禮佛誦經念佛完全沒有問題。出家女眾如沙彌尼、比丘尼，日常生活在寺院中，與佛像、經典、法器長期相處，從未因生理期而有任何所謂沖犯的問題。關於在家供佛與開光點眼，許多在家人請佛像回家供奉時，會請人為佛像開光點眼擇日選方位，這屬於民間風俗，如依地方習俗行事，也無不可。但以佛教正信的觀點來說，諸佛菩薩本來無所不在，無所不應，不受方位時間的限制，只要選擇家中最莊嚴潔淨的地方，以最恭敬的心安置佛像，即使沒有開光儀式，佛菩薩也能感應。關於誦經與持咒，有人說，在家人不可以誦某些經或咒語，或者某時辰不能誦持某部經或咒，這其實是錯誤的觀念。除了密宗某些特殊密法需要傳承傳授之外，一般經典與咒語皆可誦持，只要以清淨恭敬之心進行即可。最好在誦經前洗手、漱口、焚香禮佛，並無對經咒及誦持時間、身份的特別限制。關於佛與神共供，家庭中若有人信佛，有人信神，可共同供奉，但要依以下次序擺放：佛像至中，菩薩分列兩旁，諸神置於菩薩外側，是為三寶的護法，讓他們也能親近三寶，種下佛因。若家人允許，改信佛教後也可將原本的神像焚香供養，祈禱後收起保存，避免供奉過多造成雜亂。關於毀損佛像與經書的處理，佛像、經書或法器若毀損，不必送到寺院，可依如下方式處理：選擇清淨空地，用清淨之火焚化，焚化後掩埋於潔淨之地。若為金屬製品，可收藏起來，日後當古物或廢品處理亦可。關於供品的注意事項：鮮花、水果、飲食、茶水等供品應每日更換。若仍可食用，應轉作家人享用或他用，不可浪費。若已腐敗，則視為垃圾處理即可。供品數量無需拘泥單數或雙數，只要整齊對稱、美觀莊嚴即可。依家庭能力安排，不鋪張、不敷衍為原則。關於在家修行時間與場所修行時間，以清晨或夜晚為佳，身心清靜，易於專注。若因工作無法配合，可依個人情況調整時間。臥室內不宜設佛堂，不可在床上誦經、拜佛打坐。若僅有一房，應在禮拜時將床鋪整理乾淨，佛像平時用布蓋上，禮佛時再揭開。關於與其他宗教的關係，已歸依三寶後，不得再歸依其他宗教，但應以尊重之心，對教堂、神壇、道觀等場所合掌、鞠躬問訊為禮，不以其為信仰對象。與其他宗教仍可維持友好往來，在對佛法尚未有正確理解前，不宜閱讀外道書籍，以免造成誤導與偏差。總結：佛法並非迷信，不主張無根無據的禁忌。真正的佛教修行應是正見、正念、正行，不盲從、不曲解、不雜修，以清淨心、恭敬心而學佛，方得正果，遠離顛倒與混亂。